以前嘅家長成日都中意晒細路仔考咗幾多分，攞咗幾多個獎，上咗幾多個興趣班，但係就好少晒細路仔嘅健康。其實健康先係真正嘅起跑線，佢係1，其他嘅都係後面嘅0。我喺新聞上面見到有一個上海嘅中產家庭，細路仔確診咗染性嘅腦白質營養不良症，需要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先得，整體嘅治療費用可能高達數百萬。佢嘅父母一下子都崩潰咗，為咗細路仔停低晒手上面所有嘅工作，四周圍借錢都仲係未夠。雖然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極端嘅案例，但係佢都提醒咗我哋，咩成績啊、才藝啊，喺健康面前真係不值一提。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積穀防饑，有備無患。我哋祈禱細路仔永遠健康，但愛細路咧，唔單單只係停留喺祈禱，更加要未雨綢繆。當自己病緊嘅時候，我哋會下意識咁樣妥協，覺得自己仲頂得住，但係細路仔真係唔等得嘅，稍有不慎，仲會耽誤晒佢成個未來添啊！少兒重疾險嘅作用就係可以喺關鍵時刻，能夠令到細路仔唔受經濟嘅限制，得到最好嘅治療。我特別推薦呢一款支付寶上面嘅健康福少兒百萬重疾險，佢就好似一份堅實嘅底牌。萬一細路仔真係遇到咗大病嘅時候，家長都唔使花大錢先去墊付。佢最高有150萬嘅保額，細路仔嘅高發重疾咧係100%覆蓋嘅，仲能夠保到160種嘅重疾，好似咩白血病啊、肺癌啊呢啲基本少兒高發嘅疾病咧，都係可以賠付嘅，唔使擔心醫保報銷唔到昂貴嘅進口藥同埋特需病房，更加可以彌補家長萬一要停工陪護造成嘅收入損失，而且每個月只要幾十蚊咋，性價比非常之高噶。而且佢同少兒醫保咧係可以疊加使用嘅，完全唔衝突，唔需要發票啊同埋費用清單，一次性俾到你賠付。正所謂唔怕1萬，只怕萬一，唔好再去晒嗰啲所謂嘅成績啦。依家先覺得細路仔跑得、跳得、食得、瞓得，平安快樂咁樣喺我哋身邊，就係命運至大嘅恩賜啦。凡為父母者，莫不愛其子。俾細路仔一份健康嘅保障，係我哋呢一啲80、90後家長能夠俾到嘅最實在嘅愛啊！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